上一段节目，我们看到的是回归自然、兼顾生态的农业。接下来我来看的是科技的探索。农作物的生产受到天时一定大的影响，日照不足，如果洋葱影响到产量。不过传统点天火过好天，成本过粗也唔环保。那我也不是会谈到有一项作物产期适中，产量太多，变得无价位。工业用一代智慧化 LED 光照调控技术，对去年起时辅导部分农民生业，发现讲是得降低成本，还是得调整作物生长热数，同其他农民呢收成时间无共用，避免产量一下系太多的情形。更好来了解一群农民用嚟用业嘅新的科技。团屋的天火柜下的点错，从安布石头过来叫到动态沙，对天公做到安布石头，农民准备了的，不过天空的高顺，还是点灯 LED 天火来备胎。我们茭白笋重要的灯照期间，大概就是入秋、入冬那时候，秋天快入冬之前，那时候我们把笋子像割完了，再把叶子头以上的除掉，让它再重新发芽。那时候就开始要照了。那时候照属于照到冬天，大概要照70天的时间。热的迄拉床就卡野得点天火，迄讲拄到有阴天，农民就做点比草，补足生长需要的时间。到30年前，保利种高笋的面积将300公顷边呢，还喺中途人农业的高的沉水体系。也30年来，因为出现突变改良种，发展到喺台湾青态高笋产地。照农粮署的统计，保利种高笋的面积渐渐的1800公顷，占全国的80%。我种差不多20年，用个灯罩刚开始是钠灯啦，钠灯是921地震以后才开始有人921地震以前啦，那时候有些很多茭白笋就会矮化以后农民束手无策啊。正常来讲，种一分体的高笋需要到3-4千公斤。民国90年出现的矮化症，抢存到2000公斤。条下嘛，连农民费农次数面无干无杀。农民三唔多后发现，头太露笋有天赋长灯的高笋，并唔会矮化，故所农民想采用高暗纳灯。这个以前还没有灯罩矮化，就像这种情况。那这个矮化，它就是它的根部没办法成长出去。而且它这个就是缺少营养，就永远不成长，就零成长了。那正常的话，你看它成长得很好。种了22年的高笋，初班种的田老配人的无马穷样，就用有机的来种，无用化学品，其迄血压未落防治虫的一道。那我今日带头实验，用 LED 天火来顾热的高笋。原来对玻璃普遍用钠灯来调整产期过后，因为一盏只有400瓦暗光，当会同隔壁产期无共用的高笋田打乱它。还较严重的是，按厝的天料钱同高耗能。照统计，玻璃一年的按布头天料总支出有5200万安多。初班种改用 LED 天火过的发现，佢无按长热，光较远，高笋要上到较远较强，还上的渐渐的略上的天料钱。最主要用 LED 的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节能减碳嘛。那以前我们这个面积用了7盏灯的钠灯，那时候2个月的电费大概4500多块。那后来下面这一份改了 LED， 这个大概3分地有的，大概2分多3分。那后来一样是这样照，就剩下2200多块而已。在第一个阶段刚好结束是因为我们找到一个可以让芦笋在落实掉，就是
在芦笋已经产量不到一半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帮它提升50%，就是损失就没那么严重。当然，追求的最后目标是回到原来的生产水准。紫色的是含有比较高的花青素，绿色的芦笋比较高量的叶绿素。候选人将继续提议探照 LED 天赋的实验，尤其芦笋比高笋下较难疏估，要下较贵。加上尤其农场有施工期安法，总会提有的白色、青色同吊彩色3色的芦笋，专门卖本国内5000几个分店同主要大卖场。本但台湾的寒天并无芦笋，单都要意思真巧。每到一年头天都有生产，其出台季生产的技术，无想到和拄到的累积日照不足的问题。我们等到了夏天，在量产的季节里边，盛产的季节，忽然间来一个3、5天的晕雨，糟糕，我的芦笋产量就降到不到一半。连续7天以后，我们的芦笋产量是剩下30%。哇，天哪，这个是始料未及。差不多最后总统内斗度，莫用温室来种。候选人唔想做风靡靡的草布工厂。前几年的技术繁荣，日照唔拉，一直到二年第一季，他的 LED 天赋将解决其75%的困难。三号来到热天未到之前，就要做工研院第二季他的 LED 天赋实验，目标係全面減少產量，頭2年的產量都差唔多。裝了 LED 以后，我们第一个阶段是希望借由它，我的目标还是定位在叫做补偿性的光照技术，叫做补偿性的。我们这个不是植物工厂，所以那补偿性的是希望以后的目标只是达到原来的100公斤，以后也是100公斤。因为 LED 这样的元件，它基本上在元件上的光波长的调控、光体量调控，它具有很大的优势哈。那而且它是一个比较绿能而且环保的一个产品和工业产品，所以用在这个领域上面，我们发现它有很多的长处。工研院同 LED 实验研发係對細項下嘅東西都貴住嘅，很多完成規則內容。現時規則 LED 實驗前台出海口，未做用量係同照明。工研院發現，農企業同一方面用量動態，尤其係同一般嘅工業來比，比如講納電 ，LED 對波長有更加準嘅控制，配合車部生長嘅熱數，未做得有無窮樣嘅配方。那因為一般光源基本上它的光的頻譜是不能調控，它是固定的，所以它基本上它還是能夠達到這樣的光照明的一個功效。但是呢，基本上對植物的光照的影響裡面，其實有一些特定波長，像紅光的部分跟藍光的部分是比較顯著哈。那這邊其實是配合生物的生長週期有不同的一個配方。这下面有侦测器，然后是量光强度跟光谱的。那在过程中，这个机械轴因为这个跟随着机械轴的转动，我们可以在空间中不同的位置量测到它在空间中这个灯它在空间中不同的光强度的分布。也係工研院天光所嘅批光曲線儀，基本上 LED 天賦係在波長，故所做得到天天嘅波長好，配合無強用車物嘅生長需要，無做強種車物無強用生長熱數來調控佢嘅光譜，用按樣嘅人工共合作用來加強，按樣本單買到當好價嘅農作物會行較好價。對植物作物的就是生產的產量、品質上面的提升，這是一個很顯著。到現在呢，我們幾個像蘆筍，甚至茭白筍，甚至現在對草莓，好像都有產生很大的一個優勢哈。那其實現在逐步在進行，就是甚至已經也得到很大的一個在時間上的一個顯著，就是在產期的調控。照這個燈罩，就是把我們的產期就是產期把它挪開，不要給它同一個時間。以前大概就4、5、6，再來就8、9、10，3個月，總共6個月的產期。現在把這個生產都把它平均分配了。現在冬天也有，春天也有。燈這是對我草莓有影響。第二，我發現到我草莓種下以後，佢開花時間我提早。比
比如讲，俺正常来讲，种下可能45日，然后可是开发，俺发现俺种下可能俺做提早2个礼拜。草莓玫瑰咸咸的水果，仲有年同新竹香山同苗栗中南一带嘅，同农民打契约种草莓，种头温室荒，因为补充光源少，加个草莓比平年嘅行卡做要好炸，产期咪加卡错。刚才像我都讲啊，刚才用 LED 灯来跟草莓结合，用土根，改天用做奶哦，做奶啊，当我种啊，莫用水耕啦吼，让俺坚持，俺哋做有办法帮俺草莓产量要够多。伊就做个缩短遐个期限增加俺哋嗰度安尼收入啊安尼产量的东西都变得够好，迄有安尼拍图来做，俺都有办法给新竹市来讲，都变成真是周边一个智慧城市的模样出来。有味劲。一般人对新竹市的印象系科技都市，三唔知新竹市没有农业。也新竹市透过经济部的地方型 SBIR 计划，要做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补助，来辅助农业的发展。新竹是有很高科技的一个农业，尤其透过工研院的协助，所以我们今年特别一笔叫 SBIR 的一个补助，就是希望农妇可以透过这个科技的一个方式，让它的产品有更好的一个成果。所以这次我们做的这个草莓啊，哇，各位看到有这个LED 灯照顾的这个草莓长得特别高，特别的壮，而且没有照的部分就对照组比下来就差很多。因为讲啊，对俺的经验来讲啦，俺像个末价 LED 灯同油价 LED 灯嘅产量真是有差别，因为俺的看法都低，3个度，一个最主要是话，用法爱度法多嘅你都有可能都有过出来，你都有产量都会出现啦。LED 做补充光源，唔但仅有生长技术的效果，上能源又穿行较省钱。不过农民靠你头下马，要使按厝的本钱，hand同个摸啊摸的，像玻璃高笋，也还改用 LED 天火种的面积，还无是公钱。尤其芦笋农认为，农业唔係像做2-3年天，抢天了钱，上就上的赚来。他现在还没推广出来，就是问题也是一个，像他的设备。现在1分地大概要3万8，而且以后灯泡他想的，灯泡它保固7年，那7年以后灯泡的费用也是我们要农民自己要吸收。那时候灯泡如果贵的话，现在人还在观望啦。比如说我投入了这1分地，可能投入的1分地是30万，可是我一天少收了1万多块，那要到2个月他就补偿回来，尤其在冬天，政府要想办法，要同农民摊上本钱。农民当然都会有一些顾虑啦，但是经过这么久一段时间的一个帮忙的尝试跟努力跟研究，我们发觉透过科技的帮忙的话，可以让这个产的这个成本降到更低，而且产值会更好。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鼓励农民他们来申请我们 SBIR 的一个补助，让他在生产成本上可以降低。用一句话来提，就是 LED 用在这个农业应用，我想它是高贵哈。那我们基本上那个提到的成本概念，现在而且目前价格整个趋势，国际是也大幅的在降低当中哈。那其实它从成本的部分，除了第一个是它的建制成本，第二个是它的使用成本，也就是说它节能的部分，还有再来是它的使用寿命长的部分，所以它的 total 的一个总的成本来讲，相对它是低的。种成本嘅大，简单来讲，最便宜用嘅久，耐当又好用。虽然讲科技喺人方面呢，总讲并唔係所有農民都懂曉得用科技嘅產品。台灣農業頭擺下意思人工，下係改用機器嘅，也唔是講咩冇可能都轉去全意思人工。農業面對國內外安泰競爭壓力，用新科技來鋪出，會係未來嘅發展。未來會逐漸放大，所以我們在2012年1月的時候就成立了一個農漁畜牧 LED 應用的這個產業聯盟哈。其實這個應用就是除了在植物應用以外，它還可以用在漁業，甚至可以用在畜牧業。所以像類似像漁業上面，像我們比較習知的，就像捕魚燈。說人定勝天，這個是錯的啦。我們的想法是這樣，人是不大可能能勝天的啦。那人想法都會補助光源，補助
天气的唔好，好，俺啲设施的想法嘛相同的意思，来补助也还帮人家草莓，做的补助的还比上个个多，比上个个强，比上个个勇敢。农业加新科技，目的唔要创造奇迹，系为咗卖行客上车。每到农民又才挑起一间科技厂房去种菜种水果，才做得套简单的设施温室地图，调整作物的生长热素。长每年他家人就渐渐控制时间出产，结果跌到无价，按让农民辛苦做最有代价。